愿对设立你荣耀的光辉的宝座，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生命中，恢复我们你所造我们那个荣美的形象，让我们能够学到今天的课程，出黑暗入光明，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也重新点燃我们爱人爱神热情奔放的火。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奇妙作为都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来翻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紧紧的来跟随。我们将以下讲课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以前好，你们好，我们以前是用 Room 那个 Room 的好处就是效果这个萤幕比较清楚。那 Line 的好处是比较简单操作，也不用什么账号密码不会有一些这个技术性的问题要克服。好，那我请大家我就不开我开萤幕也可以，可是我为什么没办法开萤幕啊？因为没有视讯，一开始开的人他设定的是这个通话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不用退出。这是一个机会教学，就是你如果按通话，那就大家只能通话。那如果你可以一开始按为这个视讯通话，好像可以把它切换到视讯通话了。这个按钮是3个点点点可能大家不熟悉，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没有看到。有看到我的人吗？没有看到我的人有，可能有，对，就是说要切换不过没有关系牧师没有长得特别帅不用看我们等一下看萤幕我们来看这个档案你们可以把萤幕缩小这个也是大家已经会的技巧。我现在分享一个档案贴到上面，但是请大家记得我们这个世海的规定就是比较严谨，因为这一些有的有版权，那当然牧师有加上我自己的图跟一些补充资料我们就不外传。那我们就是给世海的弟兄姐妹写回答问题或是做笔记，我想大家都非常认真那我们就是记得这个档案不要外传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大家自己看也可以放大尤其你如果用平板或是电脑的，我想会是非常的清楚。好，有看到吗？这个写 John 这个什么Chapter 8 Verse 1到59 1到59节它都是因为这是世海是国外的它就是写John 就是约翰福音 Chapter 8就是第8章 Verse 1就是第1节到59节。你把这个档案我已经从 PPT 转成 PDF 档，这样大家的格式就会一样，因为我刚刚测试 PPT 档案字都会跳掉好，那有问题吗？有问题赶快说，不然我们就要开始咯。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打开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题目是耶稣是我生命的光。有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很短，就是耶稣在殿里教导人，但有一个情况很尴尬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个叫乱入耶稣在讲道，在分享上帝的话，他们却突然很突兀的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这个故事跟耶稣所要教导的信息。接着呢是一个讲述，12节到59节是很长的一段讲述。那世海把它写一个标题是生命得自由耶稣是生命的光那把光跟自由做一个连结。课程目标我们可以来看，跟随主就不在黑暗里走，
使我们罪得释放。好，得有一点错字哈，使我们罪得释放。好，得是一个动作哈，得着释放，生命得着自由。好，那我们就来看，你有圣经的，请打开圣经来对照经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很生动，对不对？左半边，好，那耶稣说在殿里呢，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是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这个圣所、至圣所，只有祭司跟大祭司能进去。耶稣也没有故意要破坏，耶稣当然有资格进去，他是神，只有他进去至圣所，不用担心被打死、被击杀。但是耶稣是按着规矩，可能就是在殿的这个树下或是阴凉的地方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听他讲。而且以前拉比是坐着还是站着讲道啊？好，是坐着讲道。好，那反而听的人要自己找位置或者是站着听。那就在耶稣讲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生一个尴尬的事情。好，所以你看这个妇人，而且呢叫他站在众人的当中，可能这个图画家画的还蛮保守的，或许因为他是行淫被捉拿，可能衣衫不整，充满着羞愧，却无地自容，那也面对着害怕，因为他可能会被刑罚，然后污名，然后一生抬不起头，甚至被石头打死。那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夫子，其实这个是很虚伪的英文叫做 hypocritical， 就是一个虚伪的称呼，不是真的尊称他夫子，他是一个虚伪的伪君子的讲法。表面上尊崇，但是背地里他们却是怎么样呢？好，我们麦克风也可以打开，我们很安静的情况下，没有杂音，大家可以麦克风打开，可以回答。不然你们睡着了，我都不知道。刚刚题目的时候有问到，当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是抱着什么样子的动机呢？陷害耶稣。要试探耶稣。对，试探耶稣。陷害。对，可能就是哭啦吼一跳，设一个圈套，设一个陷阱，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你会感觉这个情况是真的是很我们圣经读过去，你去想象那个画面，一个聚会好好的，但是却有不速之客来，打乱了这一个礼拜或是这个聚会。其实我自己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场景就是被当众有一点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不礼貌、冒犯，或者是甚至讲严重一点羞辱。哇，这样子的话你会脸红心跳，你肾上素都会激动起来，觉得这个情况哇，那接下去该怎么办呢？那耶稣就是耶稣，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绪商数管理很高，而且其实讲义有写说耶稣在地上写字，可能是在缓和他的情绪，可能是在想说要怎么样应答。当然有可能，但是我想耶稣比我们一般人更有智慧更有情商，也有圣灵在他里面无限量充满，所以耶稣本来就知道当怎么应对这一个尴尬的情况。只是说我让大家去想说这一个情况。好，不好意思，我先暂停10秒钟，我把门关起来，小朋友的声音你们小声一点，拜托。这个礼拜小朋友都在家，就会发生很多特别的事情。我今天我的讲义预备好了，结果我后来发现少了一张，原来被妹妹拿去折
折纸了，折纸飞机折什么了，所以我的讲稿就少了一张，就讲义，而且他折，然后还在那里玩，我们都没有人发现啊，所以真的是很有趣。好，讲回来这个，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制造了一个圈套，表面上还很虚假，说啊，夫子，你说该怎么办呢？啊，意思是尊重他的意见，其实是设一个圈套，让他说 A 也不行，说 B 也不行，他们很得意，想说这一次一定好可以治耶稣的罪，或者是抓到他的这个把柄，要么告去罗马政府，要么就是告到这个犹太人公会，说他根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好，所以你看，我把几个字圈起来，就是妇人站在当中，很尴尬，很突兀，然后很羞愧。那他尊称夫子呢，其实是心怀什么不轨，心怀不轨，动机不纯，各怀鬼胎。好，他说你说该怎么办呢？好，那他强调律法哦，摩西的律法。好，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个当如果耶稣说尊重律法，好，打死这个，当然他就违背说他讲的是良善呐，好，他的这个慈爱的这一面，那也违背了罗马政府的律法，因为这个叫动用私刑，犹太人没有处死自己，即使是自己的律法规定这个的事，所以当公会要处死耶稣的时候，还要拜托比拉多来下这一道死刑的命令。好，那如果耶稣说无罪，释放吧，那这样子也说不过去。为什么？因为他就说你藐视旧约，藐视圣经的律法，好，所以在这个很左右为难的时候呢，耶稣却在地上写字。那有人说耶稣写的字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说谎、偷窃、欺骗、自私、骄傲，甚至也是奸淫。因为这一些人，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就讲过，你看了一个妇人，或者是你思想犯了奸淫，你其实就是与妇人犯奸淫。我们并没有，或者说你们并没有，或者说世人并没有比这个妇人好到哪里去，只是有的人是想，有的人不敢做，有的人怕东窗事发，那有的人其实已经做了，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好，这一位妇人也很奇怪，为什么男主角去哪里了呢？我们说奸夫、淫妇或者是情夫，好，为什么只有针对女生呢？所以他们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只找到一个人，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去了哪里呢？还是他跑得比较快，脚底抹油跑走了，或者是他们只是就是知道他是一个原本就很久以前就设定了，那就是找到这个机会就把他抓出来当这个箭靶子，或者是抓出来当做一个道具来试探耶稣。这个有很多的可能。好，那只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公义的事。好，再来就是说见证人，犹太人的律法是见证人2个以上，不能只有1个。好，这个也跟等一下耶稣的见证有关。犹太人就反对耶稣说，你的见证不算多尊省，因为你只有1个人，而且你还自己说自己，这个哪是什么见证啊？自己不自己自己说我考100分，我从小就品学兼优，我怎么样我得冠军，这个自己说的不算，要有其他的2个人。那我们等一下会讲耶稣的另外2位是谁。好，但是这里是讲这个先发现或者说见证人，就是说我为这个事情出名，我做这见证出几个名啊，我用我的身份证来
像我们被法院或者是调解或者是什么传唤的时候，你要出具你的身份证，证明以下所说属实，不能做伪证。我所说的句句属实，如有不实，愿受什么处分或者是调查。所以我要为我说的话负责，我要具名。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黑函呢？就是不具名的。我在网络上乱放话，我在媒体上乱放话，甚至我们现在在教会也有可能在群组或是什么放话。可是呢，他说有人说某人说，他也不说是谁，然后呢，或者是用假名。当然有时候我们要保护，有时候要有智慧去保护这个叫做什么吹哨者，保护这个说勇敢说出真话的人。但是一个正式的这个你要去杀一个人，判他死刑这么严重的事情，应该要有见证人。好，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他不是说你是哪一个见证人，你们就拿石头砍他吧，不是，是说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圣经说，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从小到大，还是从老到少，都离开了。第9节有没有看到？他们听见耶稣的话，他们本来很得意，但是他们认真一看耶稣所写的字，他们就还是有自知之明，就知道理亏，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了。你们现在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清楚吗？有听到。原文是少，不然因为我今天跟穆恩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有人没有听到，所以老师讲了半天，或者是学生讲了半天，都在对空气讲话。那这个就是网络设备有时候，所以你们有任何问题要反映，那没有出声音，我就想说，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们可以有回应，可以OK， 好啦。好，谢谢。好，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耶稣写完字之后，大家就这个叫做什么？就不再有意见，或是说他们羞愧的离去。好，就默认了从老到少的离开。好，等一下吹头发。好，你先去找妈妈。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会想到说，就会想到说这个他们还是有良心的这一些人他们还是有一些的良心，或是说耶稣的字跟耶稣的话还是带有权柄，他们看到之后也是怎样，这些刁民也是不敢造次。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哪一个人在耶稣的面前，在上帝的儿子面前还敢说自己没罪，拿石头打？我看他石头捡起来还没打，就先被这个闪电今天打雷很多，就先被雷给打了。所以他们有自知之明，就默认了耶稣说哪一个没罪，他们都认自己有罪。剩下谁？剩下有一天我们审判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场景。审判的时候，你们不要在那里看戏不要在那里看说正野怎么样做坏事被抓到了牧师怎么样有一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到时候场景不会在那边播，是可能我们跟上帝跟天使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上帝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耶稣自己做，耶稣界限分得很清楚，他知道审判的权柄上帝交给他，但是如果问到末日什么时候来到，审判什么时候来到，那日子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做什么是凭着父来做，所以耶稣其实他很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不会僭越，也不会跟上帝去变输养，他们本来就是一体，就是在三位一体，爱中分工合一和谐。所以
他们本来要来找耶稣的麻烦，他们本来是一个指控者的角色，现在呢变成被告。有没有发现，他们是得意洋溢，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可是很抱歉，当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就是那一个被起诉的人，你就是那一个，除非靠着耶稣才能够全身而退、无罪释放的人，不然通通都是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该地狱火湖该与撒旦一同所以就是指控者变成了被告者。那耶稣借着这一次，希望可以唤醒他们的良心，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去刁或者是抓别人的这个的错，自以为公义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原则你们可以看今天的原则1，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什么？你们念一下。乃是世人因他得拯救。对，如果是我们人类跟人类、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夫妻跟夫妻、家人跟家人的定罪已经够多了，还不够吗？你们觉得够不够？上帝还不要再派一个人来定罪，再派一些法官来定罪，再派一些天使来定罪？我们已经自己定的罪，甚至圣经说圣灵让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就定自己的罪了，自己就会责备自己了。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再来定罪了。你们知道这个可以了解吗？当然都有权柄，因为到那个最后的时候，唯一可以拿石头 K 这个妇人的就是耶稣了。耶稣有没有挑一个最大块的石头来打他？也没有。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真理，就是恩典。我们说情义难两全，好，你先去找爸爸上课公义跟慈爱很难两全，但是耶稣却很巧妙的在这里看见，耶稣有行公义的权柄，他可以拿石头选一颗最大颗的 K 他，但是耶稣选择拯救，选择慈爱，选择饶恕。但是有人会说，那耶稣这样不公平啊？大家就你一句话，你说赦免就赦免了吗？但是耶稣其实是有预表一件事情耶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是耶稣住棚节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6个月后逾越节就是他上十字架。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但是人一定会犯罪，所以耶稣其实虽然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有一个一直他在讲的事情，从这个第3章就在讲神爱世人，要拯救他们。耶稣要为这个妇人，也不只为这个妇人，要为我们献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承担这个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罪。所以耶稣既有审判的权，又有赦罪的权，这个就是了不起的事。耶稣也可以实行他的公义就把我们都毁灭了，但是他要拯救。但他的拯救也不是说口说无凭，好像赌博输了呼掉麻将呼掉拢没省，不是，该审判的该处罚的还是处罚，不过耶稣为我们担当，所以耶稣给这个妇人重新改过的机会，并且希望他可以领受圣灵，领受耶稣的这个知道。我相信这个妇人经过了这个事件，他未来应该会去关注耶稣，未来应该会认识到耶稣的门徒，就算不是12个使徒，也有认识其他的门徒。他未来的生命有可能因着这一次的恩典与耶稣的会遇，他怎么样被改变。今天是一个改变的开始，他未来可能还犯罪，但是耶稣把他未来的罪也都一并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一个加拉太书上面讲说罪我没有把它放在上面我们可以在我课程结束我再补充我现在突然想到就是上帝把我们的这个
罪的控告、定罪的这个字句，譬如偷盗，譬如背信，譬如诈欺，譬如怎么样各样的作弊，这些的罪都写在十字架上，但是呢，都撤销了，都撕毁了，都涂抹了，都不纪念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公义，黑色，慈爱是黑色，公义跟慈爱它可以怎样？两个都成全，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可以实行完全的公义，消灭所有的万恶的这个人类撒旦，但是上帝也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显出他的慈爱。所以公义、慈爱在十字架，在耶稣的身上被成全。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定了。我们彼此也定很多罪了。那我们也要学习什么呢？学习不要定别人的罪啊！上帝难道有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牧师，交给任何人吗？没有，我们都是要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我们没有资格去丢那个石头，所以记得我们下一次当你想要定别人罪的时候，你就好像拿一颗石头要丢他。你想一下这个画面，耶稣就在地上写字，在你旁边写字，说某某某，你如果没有罪的话，你尽量的批评他吧，你去论断他吧，你拿言语的刀子划伤他吧。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没有资格，我们要把审判的权柄交给神，因为本来就是耶稣的，我们没有资格。那甚至是得罪我们的，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可以控告他，我们可以报，但是也要记得有一句圣经的话说：深渊怎么样？在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太好了谢谢回应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个我不是我，也不是你，对，是耶稣，是上帝会处理。你不要去记这个恨，也不要去求主医治，但是你不要自己动手。我们跟小这样子讲，弟弟错了，他不小心今天用滑板车告过哥哥的脚，但是你不要自己动用私刑，拿脚踹他，用手捶他，不要，交给爸爸妈妈来处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也不是故意的，我们要原谅，我们要学习这个，不是要定别人的罪，乃是要一起因着耶稣来得救。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很长，那我也只讲我的一些重点或者是领受。第二段叫做生命得自由，是耶稣的讲论。他说他就是世界的光，拒绝这个光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看那个原则一后面的这个2，哇，牧师娘去洗澡，小朋友又暴动了。好，拒绝光的这个后果，耶稣使罪的奴隶得自由，我们就是罪的奴隶，不要想别人。John Newton 我们都是被罪辖制奴隶。那这个节期是住棚节，我们来看那个圣殿。那4根火把是我加上去的，就是住棚节呢会在这个女院。黑妹，不要再喷酒精了，不要再喷了。在住棚节的这个时候，每一天祭司献完晚祭，这个讲义有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看。好，把这一段可以做记录，因为这个是平常我们不会特别去提的。好，是来为我们整理的，会用4根火炬点燃这个妇女院，就是库房，就是收奉献的这个地方，把它献完晚祭，祭司献完祭后把它照亮，象征什么呢？有人知道吗？光。好，象征光，也象征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蒙福那个火柱，跟火柱，对，火柱，
在住棚节有点光，就是点烛。在库房里面很暗，没有电灯，也是要点烛，象征这个火柱在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云柱火柱，那还有一个献水啊，献水，所以刚好就是上礼拜孟云老师，还有上礼拜这个另外一位也是蔡老师、碧云老师讲的住棚节，耶稣有宣告他是活水，对水，因为这个水里跟这个火里都跟住棚节有关，那耶稣就用这个来表明。那有的神学家说，有可能是在最后一天，因为最后一天呢就不点火了。那耶稣宣称那就更有意义，就是说，当圣殿不点火，世界失去光，清晨暗淡，日月无光，灰暗邪恶的世代的时候，耶稣成为那个火柱，就是旧约在约柜、在会幕、在以色列12个支派、在约书亚、摩西前面带路的那一个火柱，就是耶稣世界的光。所以我们这样就会有很强的这个感受，耶稣不是在讲一些口号，在讲一些属灵的原则，让你们去背、去记、去联想，而是真正他在宣告一个很伟大的事件。好，那个图你们就自己看。那个圣殿的示意图下面有一个画，就是有一个红色的点点点圈起来的，那个是在库房里面的奉献箱，下面是箱子，上面是一个管道，让钱下去咕噜咕噜，那你呢手没有办法伸进去拿，要有钥匙才可以拿，不然的话小偷就把钱偷光了。里面有几个呢？7加6。13个奉献箱，7个是为圣殿税奉献，另外6个呢是为就是自由奉献、感恩奉献。那今天也很刚好，这2天我们有一位姐妹其实大家也都认识她，她在我们祷告会跟班也都有来参加。君家她大出血，然后从4月一直就有陆续的住院，那没有钱请看护，她的家人在北部。那我不能透露太多的细节，他的家人其实他的命运跟从身世真的是很坎坷，所以我就祷告神说，大家弟兄姐妹有感动有爱可以，我没有邀请任何人，就只是发布这个讯息。那我们世海跟响应，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大家有这个爱的回应，而且很快。牧师只是分享，那君家他确实。他要付医药费、住院费，付这个房压力，那就有梦姐就第一个这个叫做抛砖引玉，那非常好，就是说，而且梦姐老师他有想到说他其实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因为真的你看他没有家人，无依无靠。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可以他很辛苦，我就是很心疼，说好久不见，不晓得来这段日子过得辛苦。他的父母其实就是家庭都很的，那他有一个弟弟妹妹，都小他18、20岁。那这个故事就不再多。是说他确实是一个 homeless 就是说他都只身在台中，在这里生活，然后去补习班教书，然后就在有一天教书教到一半，他就全身就是下半身都是血，裤子裙子都是血，老板就吓死了，然后就赶快送医院，就是血崩大出血，然后老板也不敢再继续让他上课，因为包括学生看到也都心里搞不好会有阴影有创伤。好，这个过程不说，那就是说我们很感谢世海跟 RPG， 我们读圣经没塔卡卡架偏了没有真的就是当弟兄姐妹有愿意用爱来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安慰，跟上帝来感谢。那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也是很感动，都快哭了。就是说，他虽然离开笃行一段时间，大家都还纪念他，也希望说未来他能够有更稳定的生活，能够坚强，能够
他也其实很单纯、很善良的人哦，只是他的生命有许多的困境，真的是需要弟兄姐妹爱他，伸出援手来实践基督的爱。好，那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奉献，就是要有愿做的心，那就是一件美事。好，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在这个微小的弟兄，我们手有行善的力量，不去行，那这个是不对的。好，我们有，甚至我们就是真的是愿意给的时候，会是让我们的生命参与在一个恩典跟祝福里面，上帝会加倍的纪念赐福，我相信是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图画得很精美。好，那一样是一个3D 的示意图。好，就是祝棚节。他要取这个什么呢？西罗亚的池子倒在祭坛上。那虽然这些都是一个仪式，但是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些仪式里面去体会，好，去悟出属灵的真理，就是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水。好，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从谁的腹中呢？从信我的，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流出活水，才能够像这样子给口渴的人，给这个需要的口渴的军家不一定是钱，而是一个祷告，一个温暖，一个微笑，一个爱的关怀跟陪伴。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活水，你就成为一个活的水，不是死水不是死海不是没有生命的是有生命流通的，而且施比受会更有福的那这是耶稣说的这个活水跟光好，那所以祝棚节在4个灯台这个那会地的都这么大那我们不晓得当时灯台到底多大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这一段叙述。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从赛亚书49章、60章都有一再提到，那这个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当耶稣把这个光一说出来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就是专门读圣经，他们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犹太人几百万人，他们就是那少数的6000人最懂圣经的，所以他们一听到就气得牙痒痒的。他们知道耶稣在说他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光，就是救恩。那你不就在说你是弥赛亚吗？你自己说自己是弥赛亚，你这个脸皮很厚那甚至到后面直接我们再看到后面的这个 PPT， 就是说耶稣直接说我是从上头来的，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哇，他们听到就动没掉，就是说你就是3个可能要么耶稣是疯了要么耶稣是说谎。那耶稣说我还有第3个可能，就是我的宣告是真实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我真的是就是出于神的。哇，这个真的是或许我们要不是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信仰，不然我们听到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有人说他是神如果我们不是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假设今天来一个什么妙禅啊什么，只是他突然说哎我是一个神，那你听到你会说这个人是疯了那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大不敬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即使是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有没有那一点点的可能，耶稣说的是真的。好，我们看最后就是在下面那个绿色的字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人不能去。犹太人不懂，他们没有属天的智慧，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去自杀，你要去寻短那耶稣说的是他复活要升天。耶稣说我从上头来，那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因为耶稣就用下一张图，我们再看下一张图来解释，人不能见神，唯有人也没有人见过神连摩西都是见过上帝的后辈而已。那亚伯拉罕是见到上帝以人的形，有这个使者或是天使的形象暂时出现掩盖了他的荣耀跟荣光，不然的话上帝的荣光比太阳的荣光还荣，你那个温度你可能碰到还没靠近就死了，就烧掉了，就融化了所以圣经说唯有
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神表明出来，所以看见耶稣其实就是看见神，只是没有属灵的智慧，他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宗教的异端，是一个狂热分子。连耶稣的妈妈跟兄弟还不了解耶稣的时候，也是来劝他说：“你回家吧，你是不是癫狂了？是不是该吃药了？”那耶稣绝对不是，他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小声一点，小朋友。好，所以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呢，就是刚好是一个对照。耶稣活出爱，行真理。穆恩、穆姐，你们小声一点，拜托。妈妈嘞？好，那犹太人呢？尤其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这一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祭司长老还有文士，就认为耶稣是不行真理的。耶稣是一个讲了很多他的，又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又说他被鬼附，讲了很多来污名化他。他们的立论就是说，没有可能你是神，神只有一个，你说你是神，是不可能的事。到现在的犹太人，你在他的面前讲亚卫，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你把它写出来，他们都会跟你翻脸。你说你读读看这个字怎么读，他们说他们也是跟你翻脸。他说上帝的话名字太神圣了，连写连读都不可以，就是这样子，那个音才失传。因为他们说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他们用这个，他们死守律法，但是却不真的认识神，所以这个图就是说，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其实自称为亚伯拉罕之子。耶稣讲到后面就讲得白了，你们的父叫做魔鬼，你们是魔鬼之子，因为你们不属神，你们不愿意顺服神，而且还记不记得这个安息日的事情？耶稣在毕士大池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那犹太人呢，却在安息日说你不可以拿褥子走，你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人，可他们心里却想要杀耶稣，所以他们已经离弃背道，这个叫做背道而驰，离上帝的国很远的。他们在安息日想要杀人，但是却不准人病得医治，所以他们是杀人的，没有错。魔鬼就是希望人的灵魂跟他一样堕落到地狱火湖，他希望人离开神，不守真理。那魔鬼也是说谎的，诬告人的，控告人的。这些犹太人就在控告这个妇女，就在控告耶稣，控告不合他们心意，非我族类的。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呢？就是原则2上面那一张图，常常遵守我的道。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得，英文叫做 continually in my word。continue in my word， 持续的在我的道，那个道是名词也是动词，在行上帝的道的里面一生持，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有我的道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们爱耶稣不要口说无凭，当有一个机会你去实现爱的时候，你却不去行。那雅各书说，所有行善力量不去行是我们的罪。该做的没有做，或是做没有该做的，都是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爱神的必蒙，爱主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们手有一点点行善的力量，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去做在那当得之人的身上，那上帝就会纪念。而且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棒，牧师很佩服，就是他们也默默行善，左手行的不让右手知道，也不是在沽名钓誉，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爱人，这是上帝很喜悦、很祝福的。所以上帝把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当中，甚至犹太人有一些人说，穷人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穷人，我们就没有机会分享，没有机会施舍，没有机会实践这个施舍的律法。当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我们是爱的主义。那这样子我们就越来越晓得真理，
因为我们愿意顺服，愿意敞开，真理也向我们敞开。当你越悖逆，你越钻牛角尖，越活在自己的金字塔小世界里面，象牙塔里面，上帝的真理就向我们隐藏了。一样的一段话，有一些人就是看热闹，耶稣的门徒就是内行的看什么？看门道外行的凑热闹。他看虽然内行，但是也内行不到哪里去，但是耶稣都与他们同在，甚至应许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个图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不要成为法利赛人、犹太人在那里挑人的毛病，找人的然后定罪人，却忽略了上帝的慈爱那一面。我们要行公，要好怜悯，这样就真是耶稣的门徒了。我们这样就越晓得真理了，真理就会更敞开，向我们敞开，因为我们有渴慕的心，许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的要给你们开门。那我们就越来越进入到这个光自由里面，就会使我们得着自由。圣灵就会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真理。没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真理，但是圣灵有所有的真理，所以你愿意寻求我们该知道的，上帝就会给我们知道。我们不用贪心，说我要知道全部的真理。今天的这个我有看这个正言那一组讨论真理的名字，讨论了很久。说我们的秀云长老的哥哥明辉兄取的这个名字很棒，公司也是用这个名字，表示他心里有在追寻这个真理。那我们真的是不用贪心要知道所有的真理，我们没有人拥有所有的真理，我们只是看到真理的某一个部分，哇，我们发现了真理，应用了真理，太棒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真理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门路，一条路径，一条得自由的路径，并且把这个真理自由跟人分享。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念原则2，好，请。唯有主耶稣基督能使我生命得自由。阿们。好，是的，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我们会进入到真理，明白真理，真理会使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个弥赛亚的宣言就是补充给我们看一下就好。世界的光，耶稣从上头来，我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 Yahweh 就是说我是，除了我是这2个字之外，没有其他的可以定义上帝的名字是自由的。好，那圣灵是使人得自由。是本于神。耶稣说我是无罪，我可以赐生命，我有永恒的很对照经文。好，我们最后讲那2个见证人就是上帝跟圣灵。耶稣洗礼的时候，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都亲自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后面还加一句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对，好，那圣灵呢？圣灵其实如果我们有开放的心，圣灵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但是呢，他只像那一些愿意一样，像真理、像自由、像圣灵敞开的，圣灵会引导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若不是圣灵引导，没有人能够口耶稣都是。太棒了，你们都知道这些经文，所以圣灵、耶稣就是圣灵跟天父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们是三位一体。因为除了耶稣除了上帝以外，也没有人那么伟大可以见证耶稣。我们也是小见证人，但是从圣灵亲自来的见证，从父神来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有声音的。对，是很高的，是跟耶稣的这个身份地位，是跟他的 level， 跟他的 concept 是符合的。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看一下这个档案最后就是停留在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的分享，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抵挡主你的心，
也不要悖逆基督你是弥赛亚，是神的好者。主，谢谢你，让我们相信主得着自由，并且永生的生命也开始在我们生命中不断来彰显。主，你的宣告很难明白，还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你，是犹太人想破头脑、抓破头脑也不明白的。但我们跟随你的主，我们却能够体会，能够意会，能够相信，是吧？你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凭着信就能得神的喜悦。主耶稣，谢谢你，求你也将你今天给这个妇人的恩典、赦罪的权柄赐给我们，将你赦罪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也学习基督的怜悯、慈爱，不去定人的罪，让我们也学习基督成为世界的光，因为你是光，让我们生命也有微小的光。让我们常披戴耶稣基督，常存感恩赞美的心，让我们不再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出死入生，让我们经历与主同复活。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睡眠、美好的休息，也特别看顾君家姐妹，让她的病得着恢复，得着医治，像那血肉的妇人一样经历主。是，让主你自己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也因着众人的爱心的付出，主你必亲自来纪念，加倍了。谢谢主。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阿们。好，洪章医师有没有要报告的？有第一点讲义一样放第11课都放在那个教会办公室，在安琪那边，请大家自己找时间去拿。还有如果去拿讲义有想要奉献的人，就直接把你奉献的就是拿给那个安琪可以拿给安琪，如果想奉献的话。还有再来就是在这第11课剩下还有2课了还有2个12、13课。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全部改成在线上上课吧。不知道牧师觉得怎么样？牧师的意见怎么样？因为下礼拜全台中的学校还是都停课，不是停课，线上远距教学，远距教学，对，远距教学，好，停课不停学，我们就是线上教学。那我们一样，就线上聚会，我们线上诗歌，线上祷告，我们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好，那正也说有事要跟大家讨论，那把我就先去洗小孩了大家晚安。好，晚安，谢谢牧师。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以后就线上上课了对，剩下2课。对，好，维持请问上，因为好，请问今天的目标是什么？课程目标吗？对，有啊，在那个档案里面有看到吗？没看到才要问啊。课程目标第2页啊，跟随主就不在黑暗里走，使我们罪得释放，生命得自由。不在黑暗里走，看了。使我们罪的释放，生命得自由。不在黑暗里走再来嘞，不在黑暗里走。梦莹姐，我传给你。好 ，OK。我是要问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今天传的档案？你可以打开吗？好，我等一下打。可以开。我等一下打开 ，OK， 没问题。好，那就在里面有看一下。好。